今年的秘鲁 APEC 年会为25开始举行，各国的领袖也趁这个机会进行双边也是多边峰会。美国总统拜登就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之前，就分别参日本、韩国的代表讨论面对北韩的对策。各国元首前后到秘鲁首都利马 APEC 会场，由地主国总统博鲁阿尔特主持开幕。美国总统拜登这边下令，各国关心美国未来新政府上台了后，对全球贸易甲外交政策走向有甚物变化。所以，伫大选中牺牲的川普人无伫现场，却是各方真关心的焦点。那拜登甲民主党阵营关心川普来前外交的方向，欧洲甲日本、韩国也烦恼讲，川普未来对美国的态度。この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発展のためには、そして繁栄のためには、日米同盟、米韓同盟、そしてその戦略的な連携というものは極めて重要であります。北朝鮮の対応はもちろんのこと、さまざまな分野で連携を緊密にし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也来 APEC 另外一个重要角色的中国相关就领袖会议的场合来优化甲亚太拉美各国的关系。就伫美国总统拜登会见地主国总统博鲁阿尔特的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甲地理总统博瑞克来举行会谈。日本 NHK 报道指出，由美中中间伫经贸甲军事上竞争，对拜登到未来的川普政府拢会更加激烈，所以中国有意甲日本改善关系。这是习近平就 APEC 领袖会议甲石破茂见面的目的之一。原来日本方面也伫会谈中，对中国伫东海海峡也有日本领海周边加强军事活动，向习近平表达关切。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